今天是星期日，小豬下午在街中散步，看見有畫家在大排檔的牆中寫畫。這個貓咪，它畫得真逼真。小豬拿起手機來拍戲，貓咪眼睛很逼真，小豬為他點讚。小豬隨口唱幾句。今天又是星期日，來向朋友們來問好，祝你們快樂，身體好，明天生活更好。祝你們沒有煩惱，好人平安，一世沒有煩惱。小豬每天晚上或朝早來向朋友們祝禱。拜拜。